你會阻住人哋啊？我應該會走慈善家30服務獎狀，我想請教下你，武術之餘亦都熱心社區，其實係本住一個咩心？慈善同武術又有啲乜嘢嘅關係喺度咧？其實我個人認為做慈善無分任何嘅同埋膚色嘅，只要你係用心，無論男女老少都應該去做慈善。況且我覺得運動咧同慈善都一樣，對每一個人嘅本身嘅本德可以收得非常之好啦。所以希望在座大家各位一定要努力做慈善之餘，都要努力做運動。好多謝晒鄭家豪先生，我哋嘅支持。首先有請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湯修齊先生為我哋致辭。有請咁多位主要嘉賓就座。1953年喺香港成立嘅道教嘅慈善以及宗教嘅團體，咁多年嚟咧，我哋係致力推廣宗教文化、教育以及社會服務嘅。咁今日好高興咧，我哋圓玄學院嘅社會服務部咧，同埋一眾嘅武術團體咧喺呢度舉辦一個好有特色傳揚中國文化，亦都係我哋嘅武術以及為咗迎接我哋今日香港一個咁高興嘅盛事東亞運動會香港舉辦嘅一個武術嘅表演以及慈善嘅齋宴日。咁我知道咧，今日好多嚟到呢一度嘅嘉賓咧已經購買咗我哋武術人士嘅鼎力嘅支持同埋參與，出錢出力，正正係體現咗我哋中國傳統嘅武精神。大家都知道，武術係我嘅傳統國技。喺今年香港舉辦嘅大型體育盛事東亞運動會中，武術呢都係比賽項目之一。東亞運動會將喺今年10月舉行。呢個係香港一個極大嘅體育盛事，亦都係舉辦一個首次嘅國際盛事。我就希望各位能夠盡力支持呢次嘅東亞運動會。而家呢一次咧，用武術作為籌款活動，別具特色嘅。喺呢度我謹祝今次呢個活動能夠成功。而香港武術界喺09東亞運動會武術網黃寶峰師傅接受。有請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太保代表接受。守門武術協會曾偉師傅。最後有請鳳靈武上潘振橋師傅代表。師傅主席湯偉琪博士 BBSNH 為我哋致送紀念品。首先有請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晴 GBS 太平紳士接受。張國華國際總會主席張國華先生接受。唔該晒湯主席。
其實動作咧都係一樣，只不過係佢哋嘅發勁啊同埋角度裏邊有所不同。因為咧方便初學嘅同學啦。咁有兩種意義，一個就係8個招式都係健身精華嘅集合。第二咧就係招式輕柔易學，由8種好美麗嘅動作，好似錦緞般嘅優美柔順嘅動作組成嘅形式嘅拳術。佢係由唐守門武術協會嘅陳泰賢師傅為大家演出嘅武當行雲。行雲拳咧，亦都屬於係內家拳嘅一種。而家做緊嘅係柔功嘅方法。屬於武當太極啊！咁由於佢嘅名稱套路咧叫行雲，睇嚟咧應該有快慢相間，動靜非常之分明。行請大家靜靜欣賞一下由陳師傅演出嘅武當行雲拳。集體劍術請準備。阿鍾小姐，你睇緊阿陳師傅嘅演出㗎，你睇之後你有咩感受感覺咧？你驟眼你摸一摸。哎呀，正想啊！我正想就係話咧，見到佢咁柔嘅時候咧，陶醉之中咧諗幾時會有快嘅精彩嘅咧？睇佢轉接係點？啱啱就見到佢最精彩啦！開始咧喺個快嘅速度大家睇咯。冇錯啦，又睇下佢啦嗱，快得嚟咧係好似好輕鬆嘅喎，好似飄雲一樣，突然間一集飄空一樣，咁喺度咧好似行雲駕霧咁樣，裏邊有一啲我哋武術屬於傳統嘅套路。如果冇睇錯話，應該係線法裏包括有穿線啦、黐線啦、開合啦等等嘅線法嘅，亦都有壓嘅線法。或者令你啲心儀嘅，仲有喺我哋台嘅左手邊，亦都有個慈善嘅試驗區，咁大家咧可以攞住一個奧運嘅真正火炬嚟到我哋慈善展區嗰度咧，影翻張相留念㗎。係啦，喺大家欣賞武術之餘咧，最緊要咧係鍾小姐嘅呼籲，大家去所謂叫做出錢又出力啊，做到咧大家咧係善也樂，善也洋洋。